潛逃美國被內地通緝嘅商人郭文貴，涉嫌詐騙10億美元，喺美國紐約被判監30年。中方表示關注，注意到有關嘅報導。郭文貴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前顧問班農關係密切，曾經表態資助香港反修例示威者。現年56歲嘅郭文貴，2023年因為涉嫌詐騙喺美國紐約市被捕，第2年被陪審團裁定9項罪名成立，包括串謀敲詐勒索、串謀電訊欺詐、銀行欺詐、串謀洗黑錢、串謀同實施證券欺詐。紐約南區地方法院星期一判處郭文貴入獄30年。法官話佢利用嗰啲希望為中國帶嚟民主嘅人呃佢哋嘅錢，詐騙全球過千人超過10億美元，用嚟支付個人嘅奢華生活，包括喺曼哈頓中央公園附近嘅豪宅。下令沒收佢大約8億9千萬美元財產作為賠償。郭文貴喺宣判前嘅陳詞中表明會繼續上訴，又投訴喺獄中嘅待遇差。郭文貴因為俾內地當局指控行賄同洗黑錢，2015年潛逃出境，2017年開始喺紐約市定居。喺美國期間，郭文貴加入總統特朗普喺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嘅高爾夫球會所成為會員，又同特朗普前顧問、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關係密切。班農曾經多次公開呼籲釋放郭文貴。郭文貴一方主張佢被起訴係前朝拜登政府嘅政治報復。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冇正面回應特朗普會唔會行使憲法權力對郭文貴特赦或者減刑，但話白宮嘅法律團隊將謹慎審視所有特赦或者減刑請求，之後先交俾特朗普作最終決定。喺北京，外交部話注意到郭文貴被判刑嘅報導。郭文貴是中國政府申請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的在逃人員，我們注意到有關報導。2019年6月香港反修例示威期間，郭文貴向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話會提供金錢支援。2件事我向你保證：一，需要多少錢，我繼續保證；第二，我告訴你的美國這邊交給我了，我和班農先生全力以赴，包括在香港的保護，新的香港的領事，美國駐香港領事，美國政府已經明確他保護你們的安全。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喬報導。英國公布國防投資計劃，未來4年投入總額超過50億英鎊，喺各軍種發展無人同自主系統，係英軍歷嚟對無人系統嘅最大筆投資。英國嘅最新國防投資計劃較原定時間推遲9個月先發布，將喺未來4年投入總計超過50億英鎊，約合535億港元，增加英軍使用無人機同自動化武器。呢個係英國武裝部隊歷嚟對無人系統金額最高嘅一筆投資。英國國防部話，烏克蘭同中東戰事凸顯無人技術喺現代戰爭嘅有效應用，成本相對低廉，而且可以有效摧毀目標。計劃調整之後，英軍將拋棄原有更換老舊驅逐艦嘅方案，改為建造至少6艘通用作戰艦，作為無人作戰系統指揮中樞。陸軍、空軍亦全面升級，更新偵察、武裝無人機等等。首相施紀賢話，相信計劃既可以強化海陸空3軍戰力，亦能夠帶動本土軍工產業發展。施紀賢有承諾，到下一屆國會2034年前提升國防開支到 GDP 佔比3%。英國政府曾經表示，會喺2035年之前兌現北約防務承諾，將國防開支佔比達到3.5%。不過投資計劃亦因為英國面臨嘅財政緊張問題而有所縮水。財政部為今次國防投資計劃新增150億英鎊撥款，但遠遠低於國防部申請嘅280億英鎊。經費爭議早前更加造成國防大臣賀里安同國防部國務大臣卡恩斯辭職，認為現有撥款無法滿足國防需求。在野黨亦批評計劃投入不足，進度滯後。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導。委內瑞拉地震死亡人數累計增至1719人，包括8個中國公民，另外有5000幾人受傷。有生還者被困超過100個鐘之後獲救。距離上星期3委內瑞拉發生7級以上雙地震接近1個星期，災區繼續發現生還者。
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星期一喺社交網分享片段，見到一個男人被困106小時後獲救。喺北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多國救援隊伍伸出援手，其中意大利同厄瓜多爾消防員喺倒冧建築物合作搜索有冇居民被困。消防員喺居民協助下即場畫建築物內部平面圖。部分災民不滿政府救援進度慢，有災民認為如果被困瓦礫下嘅家人最終離世，係死於當局疏忽職守，冇第一時間提供足夠支援。有災民話只能自救，又批評警員嚟到嘅時候只係望兩眼，冇落手救人。一名單親媽媽喺地震後發現2個女失蹤，但根本冇設備或者人手挖掘瓦礫。救援進度緩慢嘅結果係遇難者遺體發出嘅臭味喺瓦礫下傳出，但好多失蹤者家屬拒絕放棄，喺瓦礫旁邊紮營留守等消息。面對支援不足，喺首都加拉加斯唔少人登記做義工，自願到災區幫手，現場亦收集物資準備運去災區。Hay varias personas que están necesitando que le bajemos medicamentos, insumos, todavía no han llegado todavía gente ahí arriba a dar el apoyo, pero no está afectado así como tal porque la edificación no se cayó pues como tal. Sí sufrió algunos daños, pero estamos pendientes de recolectar lo que podemos aquí arriba. 另外，正身處巴拿馬嘅反對派領袖馬查多話，願意不惜一切回國協助災民。彭博社報導，馬查多上星期試圖由美國經加勒比海嘅荷蘭屬地庫拉索入境委內瑞拉，但遭美國政府阻止，擔心佢回國後會同臨時政府發生衝突，美方唔會提供援助，要佢自行承擔風險。結果馬查多取消行程。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喬報導。中東歐同巴爾幹半島受到熱浪侵襲，塞爾維亞同克羅地亞氣温升至攝氏40度，波蘭有2個單車手中暑死亡。熱浪喺西歐多國肆虐之後，開始蔓延到巴爾幹半島。喺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泳客嚟到人工湖消暑降温。氣象局預測當地星期一氣温或者會升至攝氏40度，並發布極端天氣同高温警報，呼籲民眾盡量留喺室內，避免劇烈運動。鄰國克羅地亞過去週末部分地區氣温達到40度，醫生警告高温下幼兒同長者將會有更大嘅健康風險。氣象局星期一向首都薩格勒布以及旅遊勝地斯普利特發出紅色高温警報。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日間氣温高達43度，氣象部門對全國大部分地區發出紅色高温警報。當局設置噴霧站俾民眾降温。波蘭2名單車手星期日喺華沙附近比賽，懷疑中暑身亡。法國累計有過千人因為高温致死，其中85%係65歲以上長者。有殯葬業者透露，由於死亡人數急增，巴黎殯儀館已經飽和，全國嘅殯儀館使用率突破6%，係往年嘅2倍左右。氣象部門預測法國多地週末會有雷暴，高温稍為緩和，但下星期可能再回升。科學家警告氣候變化加劇咗歐洲地區高温同乾燥，亦都令到當地更加易受到山火威脅。熱浪同樣籠罩美國中東部地區，預計星期2起多地氣温飆升。紐約市星期5最高氣温可以達到攝氏42.8度，逼近當地歷史紀錄。氣象局自星期3起對費城發布極端高温警報，日間體感温度可以達到攝氏43.3度。波士頓地區體感温度預計將會升至近44度。美國多座城市出現異常高温。而適逢當地舉行世界盃比賽，好多城市嘅場館都係露天設計。預計美國今輪熱浪將會持續到星期6國慶日。無線電視記者黃美正報導。